大家好，我係廠商會中學周修略校長。廠商會咧一向以嚟咧都十分重視學生嘅，我哋會關注關愛每一個學生，相信我哋只要用心咧，每一位學生都可以會進步，同埋咧會有成長嘅。講到學校變化咧，一定要提一提2000年嘅時候，學校起咗新翼，裏邊有7個嘅課室同埋3個嘅特別室。而另一個好重要嘅變化就喺2010年，學校由男校轉為男女校。另外咧，學校都不斷優化啲設備嘅。我哋課室由傳統嘅黑板粉筆到我哋加入咗投影機，每一個課室咧已經有互動嘅電視。我哋大大咁改善咗我哋嘅教學效能啦，同埋課堂嘅氣氛。食物部咧亦都咧加設咗冷氣，禮堂咧都有 LED wall。另外我哋加設咗一個健身室啦。喺新翼嘅樓下，我哋亦都加設咗唔少嘅歷奇設備，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咧享受校園生活。大家好，我叫陳樂賢啦。我喺1991年喺廠商會中學讀中一，咁喺1996年咧就中五畢業。咁我依家咧就喺城市大學中文歷史學系度工作。咁我現職係正教授同埋副系主任。以前嚟講係男校，咁到依家係男女校。我諗係整個學習嘅氛圍氣氛，應該係同我以前讀書嘅時候係有唔同嘅。我覺得係更加全人發展，同學有更加多人生嘅經歷。50週年咧就係一個薪火相傳，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慶典嘅日子。咁我自己去睇翻呢50年嚟講咧，就母校有一種嘅精神，一路都係堅持不懈嘅，係一路都延續到依家嘅。我諗校訓係最能夠體現創校先賢嘅個初心。咁勤毅精群就我哋校訓啦，亦都係陪伴住我成長嘅一個嘅印記嚟嘅。咁我亦都希望我哋嘅師弟師妹記住50年前創校先賢嘅呢個教導，喺今日繼續傳承呢一種精神。今日翻嚟母校咧，最勾起我回憶嘅咧就係呢個美術室，朱貴博老師啦、余遠之老師啦，都係一個好鼓勵我哋去畫畫嘅，亦都俾我哋好多好好嘅一個教導啦。亦都好多時候參加比賽都攞獎咁樣，所以有好大嘅滿足感啊！以前上面咧係一個臨時房屋區，但依家上面係城市大學啦。咁城市大學咧就係我而家工作嘅地方，所以我基本上我每一日咧都會係望到母校嘅。所以對於我嚟講，母校同我大學就隔咗一條馬路，隔咗一個公園。所以呢個都係個緣分嚟嘅，咁所以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嘅好好嘅一種嘅人生嘅一種嘅經驗。我諗呢種經驗係冇得複製。校舍嘅設備咧係不斷提升，但係有一樣嘢係冇變嘅咧，就係廠商會嘅人情味啦。有好多人會翻嚟做教練啦，亦都會翻嚟咧做補習老師嘅。大家好，我叫吳宇南，咁我係2425屆嘅畢業生。我而家係1星期翻嚟2次，咁分別係星期2同埋星期3啦。咁我自己想翻嚟教佢哋嘅原因係覺得，因為我本身就係廠商會中學出身㗎啦，咁我自己好清楚學校嘅教學模式，同埋我會好理解佢哋嘅處境啦，解決佢哋自己喺教學上面嘅困難咁樣。大家好，我係黃浩然，我係廠商會中學嘅籃球教練。喺我作為學生嘅時候，佢哋都俾咗好多鼓勵啊，去支持我。喺廠商教導咗我嘅就係堅持咯，同埋搏盡無悔咯。無論你遇到啲咩挫敗，一定會有㗎啦。但係睇下你點樣去面對，而唔係下下一嚟就放棄咯。諗住。其實我自己都好開心可以教返自己間母校啊！見到而家一班天分好好嘅師弟，會諗一諗就係，哇！佢哋而家仲勁過以前嘅自己，其實我係好 proud of 呢樣嘢，亦都好開心就係我可以將我自己喺呢幾年打職業，跟住學到嘅一啲知識，可以帶翻俾佢哋，然之後見到佢哋進一步可以打得到去更高水平咯。大家好，我係潘敬雄，係呢間廠商會中學嘅畢業生。諗翻起之前啦，我就係玩長跑嘅，咁長跑係一個比較刻苦嘅運動啦。我都希望咧師弟師妹啦，能夠喺呢個長跑運動之中咧磨練到佢嘅意志同埋堅毅不屈嘅精神。教咁耐啦，點解仲喺度教咧？因為
好想睇到啲師弟師妹有進步。咁啊，見到佢哋攞獎啊，甚至成績有進步啦，都覺得好開心嘅。現時學校咧舉辦咗好多多元嘅活動啦，希望學生可以接觸到唔同嘅事物，揾到自己嘅興趣，從而發揮所長，建立自信心。廠商會中學咧係個溫暖嘅大家庭，無論你仍然在學或者畢咗業好多年，你都係屬於廠商會中學。喺度祝願大家咧都可以幸福愉快，事事順利，亦都秉承咗廠商會中學嘅校訓勤、毅、精、群嘅精神，樣樣嘢都做到最好。